麻豆区青天舞团历经舞蹈，为爱老人中秋亮起来活动各季序幕。为何长辈感受到这个气氛？华山基金会台南 A 区29日伫福隆家宴餐厅规划了一系列活动，安排台南市希望义诊服务协会、高雄市成全今后推拿协会、9弄9号美研所、麻豆区卫生所等单位来到现场服务长辈，让因感受到社会温暖。每年的中秋节，我们都会办爱心餐会，那让这些长辈呢出来见见老朋友，然后吃一餐比较好的哦。那顺便让他们唱唱歌哦。那虽然平常一个人在家，但是今天来就是快快乐乐的。那我们也很感谢所有的义工，还有义检哦，所有的卫生所的义工一起来帮忙。那结合了今天这个爱心餐会，希望今天长辈吃回去，他都可以想想。月圆人团圆，哦，那心都是满满的，很温暖。活动嘛特别邀请台南市社会局、麻豆区公所、带领科技公司以及真侪爱心志工朋友陪伴长辈唱歌吃大餐，共享欢乐的团圆时光。真正咱感谢咱华山基金会，甲咱办理着这领导类的这个活动吼，哦，听讲有真侪这个哦配套的活动啦，啊，还有这个义检。迄天第一年订的时阵吼，听讲阁有发300块的这个购物金，哦，阿公阿嬷会当去买物件啦吼，所以讲真正非常的用心啦吼。华山基金会在我们麻豆地区这边对我们老人的照顾，真的是不遗余力。当然我知道今天来自从刚刚外头的游览车就知道，是我们台南市各区都挤来到麻豆这边。华山基金会麻豆站的金汉站长。在东东的选择当中，给予我们信任，邀请我们一同参与这么有意义的活动。我们也珍惜这份合作机会，尽心尽力配合每个季节。希望今天的活动为今天活动尽一份心力。华山基金会当年致力伫咧照顾失医、失能、失智长辈，目前伫全国设立将近400个爱心天使站，免费提供教体服务、关怀访视、陪同就医、年纪关怀等服务。基金会也欢迎有爱心的朋友做伙加入华山志工的行列，关怀生活周遭的弱势长辈。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。